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呢個低年級嘅親子伴讀工作坊啦。我係言語治療師黃姑娘，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再講一下咧，究竟伴讀計劃呢件事可以點樣做嘅喺屋企度。首先咧，我哋就溫一溫上次我哋講過嘅資料先啦。首先第一樣嘢啦，我哋上次講過啦，可以揀啲乜嘢圖書嚟進行伴讀咧？咁家長自己可以心入邊諗下先啦，俾5秒大家啦。好啦，上次就講咗2款書咧，都適合咧小朋友去同家長一齊做伴讀嘅，包括咗第一種啦，就係小朋友咧識得8成中文字嘅書啦，咁就所以每一個小朋友應該揀嘅書咧都唔一樣嘅。咁第二款啊，就係可以揀一啲適合小朋友程度嘅書，咁就咩語言都得嘅，咁即係話一啲可能小朋友之前買咗嘅英文書啦，又或者係一啲關於數學嘅書，其實都可以用嘅，只要佢有圖畫同埋係適合而家小朋友語文學習嗰個程度就可以用得噶啦。咁咧，我就準備咗更加多例子啦，家長可以見到，例如呢個中文書呢邊先啦。咁佢啲字咧就比較疏落啲嘅，同埋我散步看書在河裏漂浮，應該呢啲字咧小朋友1年級、2年級咧都慢慢學識噶啦。咁所以呢一本咧係一本可以用嚟做伴讀嘅中文圖書啦。咁另外右邊呢一邊咧，呢個大嘅圖畫，雖然咧佢係用英文字。係一本英文圖書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嘅字都唔多啦，同埋用嘅字咧都比較淺白一啲嘅，咁所以咧家長咧都可以將呢啲字咧翻譯成為中文啦，咁就可以同小朋友咧做到伴讀呢一個練習噶啦。好，咁第二個問題啦，我哋揀完一本啱嘅書之後咧，我哋可以問啲小朋友乜嘢問題咧，俾家長又諗下咯喎，5秒鐘嘅時間啦。係啦，咁我哋咧主要就分兩種嘅問題啦，包括係一啲直接基本嘅問題啦，就係時間、人物、地點同埋事情嘅問題。咁第二種啊，就係啲推論性嘅問題啦，即係要小朋友講得出一件事情嘅原因啦，又或者係一件事情嘅步驟啦。咁呢啲咧就叫推論性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每一頁圖書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問題個噃。咁我咧今日就攞咗呢一本圖書嘅封面咧，同家長示範一下。點樣問到大部分是人哋是點解同點樣呢啲問題嘅？好啦，咁首先見到呢一個題目啦，可以問小朋友，哦，呢度寫住啲咩字啊？跟住就讀優良蛋。好啦，咁小朋友答到之後咧，就知道呢一隻係一隻蛋啦。呢本書咧都關於一隻蛋嘅。咁跟住咧，可能家長就問佢啦，你哋覺得邊一隻係優良蛋啊？咁可能小朋友就指住佢啦。咁可能家長就可以問，點解你覺得佢係優良蛋嘅？係啦，咁小朋友就可以答，哦，因為佢係唯一一隻蛋啦，又或者哦，因為佢嘅殼上面咧係冇裂痕嘅，同埋佢個樣好精靈，所以咧我就覺得佢係一隻優良蛋啊。即係小朋友答天馬行空嘅答案都得嘅，係啦，咁小朋友答咩都冇所謂，因為佢都未開始睇呢本書，淨係需要估計一下嘅啫，係啦。同埋家長可以問下如何呢個問題啦，究竟點樣先可以成為一隻優良蛋啊？係咪哦雞蛋原來都要食後邊嘅香蕉、藍莓、牛奶同番茄食晒就可以成為優良蛋，係咪咁樣㗎？係啦，呢啲都係俾小朋友想像多啲嘅問題啦。跟住仲可以問埋上面基本問題，例如係呢隻優良蛋咧，佢而家企喺邊度啊？咁呢一個盒咧，雖然小朋友成日都會見到佢啦，但我相信好多小朋友都唔知呢個盒叫咩名嘅，係啦，可能就話哦，原來呢個咧係一個回收紙嘅雞蛋盒，呢隻優良蛋就企喺上面啦。咁呢一啲問題咧都可以睇得出，即係可以訓練得到小朋友去聽唔同問題嘅能力啦，同埋佢哋幻想嘅能力嘅。好啦，咁問完問題咯喎，第三個我問家長嘅問題啦，就係究竟有邊2種共讀嘅技巧咧？好啦，又俾家長諗下先。好，就係咧，上次講咗2個技巧，分別就係慢半拍啦，同埋指讀嘅。咁咧最緊要就係讀書嘅時候咧，同小朋友一齊舉起手指啦，指住每一個字去讀出嚟。咁但係咧，小朋友要讀先過家長嘅。咁即係小朋友未讀嘅時候咧，家長都唔需要讀嗰個字出嚟。如果小朋友係唔識或跟住問家長點樣讀嘅話咧，咁家長先話俾佢知嘅，應該係。咁就例如係頭先嗰本書《優良蛋》嘅其中一頁啦，要攞出隻手指啦，
如果係可能一啲網上面嘅圖書咧，咁都可以開一支筆啦，好似我而家咁，咁就每一個字咧只俾小朋友讀嘅。例如我由第一行咁開始讀啦，呢度其他11顆蛋都不守規矩，係啦，咁就跟翻小朋友嘅節奏去讀出嚟啦，唔需要好似平日講嘢嘅時候語速咁快嘅。最緊要就係小朋友每一個字都可以讀得啱，同埋係佢哋自己讀嘅。呢度啦，他們都不乖，係啦，咁就慢慢讀，或者如果係可能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啦，佢哋可能會跳行嘅時候咧，我哋用手指指住，或者用一啲顏色筆去輔助佢哋咧，就更加之重要啦。好，跟住刪咗佢先。好，到下一個問題啦。咁究竟閱讀之後咧，仲有啲咩後續嘅活動可以做咧？咁又俾家長講幾個啦。而家大家一齊諗下先。係啦，上次咧就講咗，除咗喺講故事，即係故事書嘅途中咧，問小朋友問題之外咧，咁其實讀完本書咧，都要同小朋友交流下心得啦，回顧翻一下本書咧嘅內容同埋宗旨係乜嘢嘅，咁就可以用簡短嘅文字去做一個總結啦。咁一陣咧，我都會詳細咁講一次故事元素，亦都有個表可以俾家長攞去用嘅。咁之後仲可以諗一啲聯想性嘅問題啦。如果你係頭先嗰隻優良蛋嘅話咧，咁你會覺得自己夠唔夠好啊？點解啊？咁樣小朋友咧一定冇可能係一隻雞蛋嚟嘅。咁不過如果要佢哋代入去一個本身性格可能好大壓力嘅、好緊繃嘅一個角色，咁佢哋又會認為對方會點樣諗咧？係啦，咁呢啲就係佢哋代入其他人、代入其他角色時候可以練習到嘅一啲能力啦，係啦，同埋可以建立啲虛構嘅情節啦。故事書入邊完全冇畫過、冇寫過嘅嘢咧，可以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去建立出嚟嘅。例如我上一次講過啦，可以係家長同小朋友畫畫啊，畫一個新嘅一頁出嚟，又或者係拍一條片，或者請其他家庭成員咧一齊角色扮演咁都得嘅，咁就可以將讀完一本書咧嗰個學習就唔係靜止於睇完最後一版。應該咧係可以延續到同其他屋企人有其他唔同嘅活動啦，又或者一啲可能家長作俾佢其中一啲字拉咗出嚟之後，一啲造句啊、寫字啊嘅活動都得嘅，咁就唔係淨係睇圖書咁簡單嘅。頭先咧我就講過話，如果睇完本書之後咧，有一個可以做嘅練習咧，就係用一啲故事元素啦，去總結一下呢本故事書。咁首先咧，就同我哋講故事一樣，係需要講嗰本書嘅背景嘅，包括咗時人地事啦。例如頭先優良蛋嘅故事，可能係從前有一隻雞蛋，佢住喺紙盒入邊嘅，佢有好多個屋企人，佢覺得自己係一隻好優良嘅蛋。咁呢個就係個背景啦。咁之後起因咧就代表發生衝突或者發生問題嘅時候啦，可能係佢發生咗個問題就係佢覺得其他嘅雞蛋咧唔夠佢咁好啊，佢覺得只有自己係優良蛋，其他人唔夠好，佢就逼其他人咧要同佢一樣咁好嘅。之後咧就到反應咯喎，反應咧即係對於頭先嗰個問題啦，又或者係衝突嗰個主角嘅反應係點？可能佢覺得好辛苦、好緊繃。因為咧其他人唔夠佢好，但係佢又好想大家都咁好喎。行動咧就係我哋點樣去解決遇到嘅問題啦，就好似本書入邊咁樣。咁啊，優良蛋咧就去咗揾醫生幫手啦。醫生，我好辛苦啊，唔知點算好啊。咁醫生咧就俾一啲建議佢。咁最後啦，個結尾就係優良蛋咧發現原來每一隻雞蛋都有佢哋與眾不同嘅地方。然之後唔一定要逼人哋成為自己心目中想要嘅模樣嘅。咁所以最尾咧。佢嘅心情就係覺得好放鬆啦，因為佢發現自己同埋其他人咧都唔需要係完美，都可以生活得好開心嘅，係啦。咁頭先咧，我就簡單用呢6個故事元素啦，去總結咗頭先嗰本書嘅故事。咁我知道咧，一年級嘅同學仔如果要自己講到呢6樣嘢，或者就算家長幫佢啦，都有困難嘅。咁所以可以試下家長幫手總結咗一次先，然之後請小朋友重複家長講過嘅嘢。咁就應該會小朋友容易啲處理啦。咁用翻呢一版俾佢哋睇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家長都見到啦，呢兩個心心咧就代表心情。咁所以小朋友見到咧，應該都會快啲知道而家唔係講內容嘅時候，係講心情嘅時候咁樣嘅。用圖表幫手咧，一定係有啲幫助嘅，對於學習困難嘅學生嚟講。係啦，咁頭先除咗話可以用一啲故事元素去總結故事
講咗啲咩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做一啲虛構情節啊，或者角色扮演咁樣啦。頭先都講咗話，優良蛋咧去咗揾雞蛋醫生去幫手喎。咁雖然咧呢一版咧就唔似我哋上次講嗰啲故事咁啦，有啲開引號、閂引號去講一啲對白。不過咧而家就可以家長同小朋友咧一齊創造一啲對白出嚟啦。例如家長要扮雞蛋醫生嘅，可能佢就會用一個沉穩啲嘅語氣啦，跟住佢就會講啊，優良蛋啊。我咧幫你檢查完之後，發現咗你有一個問題啊！原來咧你係比較好大壓力啊，咁所以咧你應該要翻屋企之後咧嘗試下放鬆，減輕你嘅壓力咁樣，係啦，即係可以除咗作對白之外啦，都係要好似做一個可能舞台劇咁樣，佢一個醫生咧可能有翻一個醫生嘅語氣嘅，一個皺眉頭嘅雞蛋咧，佢應該係有翻一個可能好擔心啦，又或者係一個傷心嘅語氣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其中抽一版出嚟做呢啲嘢啦。好，咁頭先講完，再會重溫咗點樣揀一本啱嘅圖書啦，同埋問啲咩問題啊？睇完圖書之後咧，仲可以做咩活動？咁我而家咧就有啲問題想問一問家長嘅。首先咧，第一條問題就係呢兩本書咧，究竟適唔適合伴讀咧？你哋覺得？又俾5秒鐘大家諗下。係啦，咁呢本書咧就唔係好適合咧去伴讀嘅。首先係因為佢啲字密密麻麻啦，可能6年級睇咧都有困難啦，而且咧佢係冇圖畫嘅，令到不能令到小朋友咧好想投入去同家長做一齊閱讀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呢兩本書咧都係唔可以做伴讀嘅。就算好似呢本咁啦，佢雖然係一個平板上面睇嘅一本電子圖書啦，咁但係都係佢冇圖畫，亦都太多字啦。咁所以咧呢本書係啱啲能力好高，唔需要家長陪同去閱讀嘅小朋友去睇嘅。好，第二個啦，咁就係想問下家長覺得幾時發問先係啱嘅咧？應該同小朋友一次過睇晒本書先，跟住就係咁問佢問題，問好多問題，咁定係問問題又睇，問問題再睇，咁樣會比較適合啲咧？好，又俾家長諗下咯喎。係啦，咁就當然係第二個時機會啱啲啦。第一樣嘢啦，如果你睇完本書先問問題嘅話咧，好多小朋友佢哋嘅工作記憶啦，其實冇咁耐嘅，佢哋好快就會唔記得咗一開頭睇過嘅嘢噶啦。咁所以咧，最好嘅時間就係喺你未睇之前問一下啦，睇完之後有啱用嘅問題，咁我可以再問一下，咁會令到佢哋答得完整啲啦，流暢啲咁樣嘅。同埋咁樣，如果係一次過問好多問題嘅話咧，都亦會令到小朋友覺得好辛苦啦，同埋令到伴讀呢件事咧就唔係被享受嘅一件事。咁所以最好就好似一個普通家長同小朋友互動嘅時候咁樣啦。你問一條問題，我答一條問題咁樣，係會輕鬆啲啦，同埋冇咁正式嘅成件事。所以係問問題睇書，問問題睇書。好，第三個問題啦，咁就係以下呢一啲種類嘅問題啦，係適唔適合發問嘅咧？又俾家長諗下咯喎。好，咁其實係適合嘅，係啦。首先咧，詞性啦呢樣嘢咧，係會好影響到學生佢哋背誦嘅能力啦，同埋去理解一個字，然之後從而去自己實踐用到呢個字嘅能力嘅。係啦，詞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代表每一個字都有佢哋個別嘅詞性啦，例如係動詞、名詞、形容詞同埋副詞咁樣啦。咁如果學生喺睇圖書嘅時候學一啲新字嘅時候，可以學埋佢哋嘅詞性咧，咁學生就會知道佢哋喺句子入邊其實可以放啲咩位置。咁所以咧，學習詞性，學習尤其是一啲新詞語嘅詞性咧，係對學習一個新字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家長如果想教佢哋嘅新字，例如本書入邊有諮詢呢一個字，係啦，可能頭先小雞蛋係諮詢雞蛋醫生咁樣先算啦，係啦。咁諮詢呢個字，可能佢嘅詞性係乜嘢咧？可能係動詞嚟嘅，又或者有啲時候可以當名詞咁樣用嘅，係啦。咁教嘅時候仲可以作一句句子俾學生睇啦，例如小雞蛋揾雞蛋醫生做諮詢咁樣，呢個又係可以完整啲學習一個詞語嘅方法啦。好，咁同樣啦，同義詞同埋反義詞咧都可以鞏固翻學生一啲本身已經識
嘅詞語啦，同埋佢而家新學識嗰個詞語嘅關聯性嘅，會加強啲嘅。係啦，可能頭先講過例如今次學咗討厭呢一個字嘅，原來本身咧學生已經識得喜歡呢個字啦。咁如果一次過將喜歡同埋討厭兩個字咧，再連結埋一齊嘅話咧，咁之後學生咧就會更加容易可能作文啊，又或者係做卷嘅時候咧，會諗起啲相關嘅字，幫助到佢哋去答問題咁樣嘅。咁所以呢啲反義詞、同義詞同埋詞性咧，都係適合問小朋友嘅問題嚟嘅。好，仲有最後呢個問題啦，就係我哋應該諗下咧，其實伴讀嘅頻率同埋我哋應該睇幾多本書呢個問題啊，係啦，咁如果係一個月睇3本書好啲啊，定係一個月睇可能十幾本書會好啲咧？就算係好低程度嘅，可能係小一嘅小朋友，佢哋睇嘅字可能每版得幾隻字嘅，咁我應該揀幾本書睇啊，定係十幾本書睇咧？各位家長又諗下啦喎。好，開估啦，咁當然咧就係少啲會比較好啲嘅，可能大約一個禮拜睇一本，最多2本書咁樣啦。個原因就係咧，頭先都講過，其實閱讀前、閱讀時同埋閱讀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同小朋友去做㗎，就唔一定咧本書冚埋咗之後就可以撇埋去一邊咁就算嘅。咁所以咧，我哋應該要充分俾小朋友去明白嗰本書入邊嘅內容啦，佢會學識嘅新字啦。同埋我哋可以做嘅後續活動，例如好似用講故事重述嘅形式去再幫佢重申一次本書嘅內容，其實都對佢學習係有好處嘅。咁就唔單止係學習新詞語啦，仲可以學習點樣去講一個故事俾人聽。咁所以除此之外咧，咁仲有可以減低小朋友嘅壓力啦。暑假當然可以睇多啲書嘅，咁但係都需要家長嘅陪同之下啦。咁所以咧，如果冇家長陪同嘅話咧，就算小朋友可能閱讀能力冇咁高嘅，淨係打開本書睇圖畫嘅，佢就算一個月睇到30本書咧，都唔代表佢學咗30本書入邊有嘅嘢。咁所以最好嘅情況下就係家長有每日10至20分鐘嘅時間啦，可以陪小朋友咧，每日都睇幾版嘅圖書，咁就令到小朋友可以慢慢同埋充分咁樣學習一本圖書帶到俾佢嘅好處啦。好，咁咧就大約係咁樣啦。希望各位家長可以定期去圖書館借下圖書啦，去同小朋友或者同唔同嘅家長去交換一啲自己屋企有嘅圖書，咁就唔需要借之餘咧，仲可以利用到一啲大家都有嘅資源啦，係啦，咁就每日抽啲時間同小朋友去睇圖書啦，可以寫低一啲小朋友做過嘅記錄啦，例如佢一個禮拜可能做咗幾多次嘅，咁啊打個剔啦，又或者係佢每一次學到嘅新字都可以用一本簿仔咧，請小朋友去抄低佢嘅，咁之後就可以再溫故知新咁樣咯。好，咁我今日分享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